三手火龙即将进神，恐怕现在他正苦苦等待着他的雷劫。如果此山洞现在降下天雷，那三手火龙一定会认为他进神的雷劫到来了。他若入洞渡劫，必定会先打开结界。大殿下身份尊贵，还未享受过上神之礼吧？大殿下好福气，此等殊荣，一般人我还不愿意给呢。天雷，渊灵沼泽怎么会有天雷？难道是三手火龙要进神？不对，是皓池。糟了！本君之礼蕴含着天地神韵，大殿下可要好好珍惜。这第一礼呢，愿大殿下早日取得夜叉罗刹般的美眷。看来大殿下甚是喜欢本君的祝愿。这第二礼呢，祝大殿下子嗣成群，家宅永无安宁。这第三愿嘛，非年非节，大殿下行如此大礼，后池受之有愧。但是后池绝对不会占大殿下便宜。这第三礼，就是我对你的回拜。千年前，流火降下，老树妖焚尽深谷。今日后池所为，与你当年在渊灵沼泽的所作所为相比，实在是便宜你了。你们到底是谁？竟敢戏弄本君！北海青木见过龙君。太仓枪，你怎么会有太仓神枪？留下神枪，本君便可饶你们一命。三手火龙，你吸食仙君的灵力修炼邪法，岂配染指神枪？不过几个仙君罢了，老龙吞了便吞了。倒是你这小子，本君已然指了你一条活路，自己不选，便怪不得本君了。待本君杀了你，神枪依然是我的。哼！